大家新年快乐！时间在过咧，其实是真紧啦吼。岁月如梭嘛吼。所以讲，伫即个当中咧，来讲休一下，一冬又过过啊。当然来到世间，这是宇宙的法则。你讲我要听18岁，无可能啦吼。所以讲咧，岁月催人老嘛时间咧，岁月如梭，不断。伫咧过，但是咱要安怎会当好好把握了伫咱即个时间的内底，这是咱的面对即个当下。无你讲时间大家当到18岁，无可能的代志。所以讲咧，咱经常有定咧讲会当把握即个当下，尤其是咱大家拢有得到修行当中。这是千载难逢的机会，嘛会使讲是空前绝后啦。所以讲咧，咱的道中，有富建民的各位点文书，当然有咱前人大德，不断伫即个道中内底来付出、来牺牲、来奉献。安尼咧，咱才有法度延续这一个这个命脉。咱个人咧，嘛会当延续咱的慧命。因为咱今日去修行学道，咱大家嘛知影，毋是讲图路所，为了着咱的慧命，要互伊会当真正落叶归根。就是好势大家咧听，我三顿的时间，我嘛咧家己讨论。咧讲迄个啥，迄个人生的意义。伫12月份的明德版。当然，伊有讲第一段，这段咧当然，生命的人生的意义，要讲家己当中有咧听几届过但是伫迄个内底咧，好势听，伊讲咱伫即个宇宙的内底，咱人是动物，前世敢是动物，嘛是动物嘛。但是咧，前世伊是受到即个自然，伊即个自然就是讲，上天赋予给他本来。伊就是照安尼伊嘛是囝咧，伊嘛会腹肚枵，就想要食饭咧，伊就安尼过伊的生活，随着即个自然，或即个自然咧，甲伊控制尔。但是咱人咧，咱人知影有即个自然，所以讲咧，咱会想要找自然咧，天然的上好嘛，敢是安尼？天然自然，就是道嘛。所以讲咧，咱知影即个天然，知影即个自然了后，咱要安怎回归转迄个自然？咱求道敢是要回归转自然？前世敢会晓？所以讲，这道爱有人心嘛。你讲动物的心是无法度，因为伊已经来到遮是受人自然的支配尔。但是咱知影有即个自然，咱要安怎回归倒转去迄个自然？就是伊内底有去讲到，内底人生的终点，敢是安尼？咱人生有终点的，你终于对一点，回归自然的终点，才是咱人生咱人应该爱的。所以得到的原因伫遮。所以咧，好势嘛，甲赞叹啦，因为当然当初咧演化咧无共款，无共款，但阮华人长短度众生。所以讲咧，伫即个当中咧，虽然语言，咱有法度爱直接来听道理啦。真的要常常，若要家己看，就是爱来道场研究。集思广益嘛，敢是安尼？有当时咱咧书写是一个范围而已。咱会当集思广益，安尼对咱的心性又就较好啦因为好势是。嘛，利用今仔日即个机会咧，而且大家和平互利，伫未来咱今日咧114年，咱大家咧同样照着过去，大家无畏的牺牲奉献、付出、学习，希望咱大家都需要去加把劲，安尼刚好。
或许在这里也祝了这个灵蛇现瑞，好事连连，来祝福，也祝福我们道场能够道路同展谢谢。谢总干事主持。亲爱的吴先生，还有我们亲爱的洪典师我们今天来到我们这个拜年我们各位领任各位组长、各位青年大德，大家早安，新年快乐，新年快乐。因为刚才我们听了我们副前人还有我们杨典师、洪典师的祝福相信各位青年都收到了。那后学呢，当然也不外就是要跟大家做一个祝福。那在后学刚才洪典师说的，时光飞梭非常的快因为昨天请兄婿对不对？互我请兄婿、祖兄婿、孙仔拢会回来。互我看到阮孙的时阵翕一张相片，再看一个相片大家后学已经老了因为孙仔拢做大汉，都已经高中、国中，最小的是小一所以说，在这个人生过程里面，但是后学虽然昨天很辛苦、很累，可是后学非常的感恩，因为我们有一个健全的家庭，而且我们大家都有一个健康的身体。其实后学觉得说，刚才陆先生说的，我们这个人生没有白来，因为我们有修办道。我们有机会有这个舞台，道场这个舞台给我们行功了愿。其实我们一定要加紧脚步，因为现在的灾劫真的非常非常的多。那当然，在这个道路能够弘展的当下，或许也深深感受到其他的单位，他们每次的祝福都是怎样？人才要济济，因为道路的推动其实不是目前的，不是这几位典传师能够做的。一定要有人才的配合，所以或许可能我们今年那一天或许有请示秘书长，因为我们每个单位都要报点击回去秘书长统计，他说我们可能会是在第2名，去年第2名，今年也是第2名，但是我们前年是第1名，因为目前职位都是或许在交点击的其实当然这个不是我们着重在这个点击。是着重在我们真的把握机会来度化有缘的兄弟姐妹，让他们的自信也都真的能够处理生死苦海。不管几岁离开这个人世间，重点我们如果有寿命是1尺，而且加上我们有修办道的话，应该我们真的都能够这点灵性能够回到无极里天。那当然，如果修得不好，像或许修得不好，我们再成愿再来，应该会。来到这个人世间会比较好修，这是后学对自己一个期许那当然，在这个蛇年，我们刚才很多副前人跟典师都有给我们祝福，那后学也祝福大家蛇转乾坤，蛇年行大运，我们什么都好就如同问阿乔讲的，什么都蛇进来什么好运的都要蛇进来我们家所以感谢不前慈悲各位洪典师给后学这个学习的机会祝大家新春愉快，身体健康，顺心如意，谢谢。好了，就结束了，好不好？那。
拜年。拜年你一起工嘛哈，知道嘛哈。因为也要准备了啦。拜年一起工嘛哈。在等也是这样。一起指掉。拜年先拜年。用我记得才是团拜旅程，向家母亲3鞠躬礼，前到1鞠躬，再1鞠躬，3鞠躬，感谢目前1鞠躬，感谢各位点灯师1鞠躬，坤道1鞠躬，再1鞠躬，3鞠躬，感谢目前的慈悲鞠躬，感谢各位点灯师慈悲鞠躬。好，大家恭喜！恭喜恭喜！哦。好，等一下要